每個人喺社會裏邊都有自己嘅身份角色，但如果因為自己嘅喜惡而唔能夠公私分明，對社會都唔會係好事。之前講到，有偶像後援會利用慈善手段，通過捐款，令到慈善機構成為為自己偶像發聲嘅橋頭堡。簡單諗，如果當嘢係自己嘅，咪更加可以為所欲為。近年有好多小店都會對唔同藝人作出應援，所指嘅係喺鋪頭擺出唔同種類嘅偶像應援物，例如相、海報、公仔等等，擺明車馬又開宗明義咁宣示鋪頭同老闆嘅偏好。其實咁做真係唔係咩問題，好多人都當毛澤東係偶像添啦。但如果你間嘢唔能夠容納不同聲音，做唔到和而不同，非你族類，最多我唔幫襯啫。但如果你將自己當嘢當正係慈善機構咁 run， 咁就未免太屈機啦。都離唔開講嗰位偶像，近年佢經常被人質疑佢嘅歌藝，以至係身形管理欠佳。那邊廂粉絲們當然展開護駕，更以 hater 去標籤指出問題嘅人，一時之間出自偶像本身嘅問題就被淡化。當年張國榮、譚詠麟同四大天王年代，似乎每個年代都會出現呢啲罵戰，但今日情況有啲唔同，因為擁護呢位偶像嘅好多都係有經濟能力，甚至係上咗年紀嘅媽媽級粉絲，佢哋經常會豪擲金錢去為偶像做各種應援活動，當中包括買戶外廣告，祝偶像生日快樂，又或者包晒成條巴士線免費請市民搭車撐偶像。佢哋唔會吝嗇，為嘅不外乎要增加偶像嘅影響力同曝光率。佢哋唔會在意人哋會唔會審美疲勞。如果粉絲自己有經營生意，例如有經營小店、食店，咁佢嘅鋪頭好自然會成為唔同社區裏面為偶像發聲嘅通訊社。喺深水埗有間餐廳，佢哋都算出名，正係集食店、通訊社同慈善機構於一身。喺佢哋個 Facebook，應該個老細都係頂流啲粉，其實都係一間應援店啫，只不過佢哋都幾經常，又幾高調去做善事。巧合地，佢哋都幾幫到口啊！頂流一出事，佢哋就會加把口。原來又係受惠機構，後援會真係做好多好事，唔怪之得堂堂一間善心小店會變咗反駁隊。其實都唔期望佢哋個 Facebook 係可以理性討論。但明顯店主係有既定立場，唔使旨意講咩何謂成功藝人，因為真係冇得討論，只有縱容狂粉妄撐，同埋狂粉對 hater 肆意人身攻擊。當你回應佢哋，哪管只係留言多咗個諗字，就會話你講粗口，點粗鄙，然後封鎖埋你，當堂笑咗。呢啲係乜善心啊？係你道德標準特別高，定以為一個粗口字都唔講就叫做特別清高有品 ？Sorry， 我只覺得咁係純粹扮諗晒嘢。你哋咪再去深水埗派飯啦，咁有品。提大家，呢間善心小店原來曾經欠薪刻薄員工，又試過用個人版 PayMe 做生意，唔肯俾手續費爆 limit 俾人 block， 之後就走出嚟賣慘辦受迫害，寒酸又肉酸。但係佢既然以善心、貓、狗同前黃店做招來，加埋善心頂流加持，肯定人人哭到嚟幫襯。每次黃店形象崩壞都唔意外，但我覺得行不義嘅你就枉為黃，呃唔到黃人就嚟搵姜糖落搭。咁啱司同受兩方都有自己盤算，說穿了就係狼狽為奸。反正自己要做善事洗底，就唔好喺度玩曲高和寡，玩道德潔癖啦。好心，你幫嘅人係咪一定要唔講得粗口，要好似姜濤咁有禮貌先至會幫？其實都真係有好多說話難聽過粗口，例如一個歌星唔問佢嘅歌藝聲色同埋音樂造詣，淨係睇佢孝唔孝順，有冇禮貌，有冇品，然後講埋啲乜嘢，佢啲歌好感動人。佢成日幫人好有善心，搞清楚佢啲歌曲詞編都唔係佢唱，又唔係唱得好。出道7年啦，佢仲係一個細路仔咩？粉絲為偶像做善事，曾幾何時會見到佢哋咁橫行霸道？汪明荃嘅粉會咩？劉德華嘅粉會咩？
留意返，你最喜愛唔代表我最喜愛，你最喜愛唔能夠阻止我最討厭。得到我最討厭男歌手呢個榮耀，唔係佢自己一個人嘅努力而得嚟，都係因為多得你哋。你哋咁鍾意將人扣帽子做 hater。好啦，而家擺到明，票選我最討厭男歌手，5萬幾人投票，真係你哋話齋，呢個世界上好多 hater 啦。呢啲咪彰顯投票嘅力量咯，唔係鼓勵偶像進步，而係由得佢變成巨嬰。唔識得反省，你哋最終只能夠榮辱與共，結果當然實至名歸。